说他是台湾的客家之父都不为过。他客家之父的讲法是说，他在台湾社会里面争取到客家的影响力，在台湾社会的影响力，争取到客家话的地位。他出了很多力，甚至于在客家人争取母语运动的时候，徐外科还拿来当做是一个基地，讨论的基地，我们都不知道。其实那个是一个第一心灵上面很丰沛的年代啊，改变人格典范，都在不断的思考讲，我们可以透过我们对别人的关怀，好，然后懂得对这个世界的关爱，而产生讲，我哋下面做会到安尼，带动大家对这社会重新的关怀安尼，我想也要做下去一个目的系安尼。